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北市出现头一个本土天狗的病例，是一名住伫大安区建安里30外岁查甫。香港818民众游行伫今日下晡停场，示威群众将围园占满，周边车路嘛拢是示威民众。阿富汗喀布尔伫8月17发生自杀大攻击，至少造成63个人死亡。新闻开始来关心，台北市出现头一个本土天狗的病例，是住伫大安区建安里一名30外岁查甫，伊伫8月15发病，第2届就医才确诊。抱歉，打扰一下。伫个东区的巷仔内底，里长甲社区人员大家逐户沿路宣导天狗热防范。台北市出现头一个本土天狗热病例，就发生在大安区建安里。里长讲，拜六暗时接到通知，就发动紧急的应变措施。早起已经进行头一波清除组成员，拜早起全力也进行化学喷药。我们现在挨家挨户、楼上楼下都一个一个宣导，登革热这个人员是在做外务的，跑台南跑。做业务嘛。机关署讲，台北市首例本土天狗热个案是一个住伫大安区建安里30外岁男性，8月15迄天出现规身躯酸痛，发烧就医，第2摆就医才确诊。这男性最近无出国，主要活动范围在大安区的徛街甲工作所在。伊有潜伏期14天，这期间伊在8月2号、3号北去过台南市高雄市兴达港，10号到龟人庙口夜市，11号去过高雄啊，离确实的感染源也伫调查中。今天早上我们台北市环保局清洁队已经在这个个案住家半径100公尺做滋生源的清除，户内外总共发现19个积水容器那有1个是有阳性。根据统计，本土天狗热疫情今年到8月17为止，已经有74例，高雄市上多51例，台南市19例，新北市2例，桃园市甲台北市拢是1例。另外，境外移入病例有314例，市近10年来同期上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将镜头刷来香港，香港818民众游行登场。今日下晡示威群众陆续进入维多利亚公园，因为人潮真多，公园已经无法度进入，群众嘛客满周边车路。因为香港警方限定集会地点只会当伫公园内，嘛传出香港警方已经出动水炮车抬兵，防止游行失去控制。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涌入大批示威的民众，而且人一直聚集。818民阵大游行终于登场，维多利亚公园涌进了10万人潮，现场是挤得水泄不通。占地19公顷的维多利亚公园被客家统统已经无法度符合这么多人。香港警方要求民众流水式的管制入园，恐惊失灵。怎么样去管制？完完全全的管制。那这件事情应该是警方去做的，我们也没有能力做到。是游行之后才有暴力，那你不游行之后有没有暴力？你能确定吗？你不给人家游行，那人家没有办法表达他诉求，更容易超致一些更升级的一些武力。民众谴责香港警方另外有心机，若讲集会游行失控，香港警方要有责任。香港艺人何韵诗也出现小天，对近期有港台艺人表态挺中国，伊强调这是个人的选择，伊不便评论。也不过自身利害得失，伊讲甲香港自由民主比一点嘛都无重要。尤其在这种大是大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对的选择。在一个这么重要的时候，他们选择站在一些集权的那一边，他们也会有他们的牺牲。所以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其实大家真的要想清楚，我们到底要站在哪一边？是高墙还是在鸡蛋的那边？民主派议员、香港教育界、医学界也出现小天，人哪话哪侪，围园已经进在未了，周边车路也客满抗议民众。
香港警方核发的不反对通知书，要求民阵游行只能在维多利亚公园里面。不过抗议人潮已经爆满，整个街道满满都是人，天桥、车道都已经被人潮完全占住。抗议民众一直到东路湾站，甚至湾仔站街仔，拢有抗议的人。香港警方已经出动水炮车提名，一旦现场失控，恐惊进入现场镇压。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延烧到世界各地华人社区，支持甲反对的阵营对立严重。伫美国甲法国等地区，8月17拢有大规模的华人示威活动。伫澳洲的墨尔本，8月16声援香港的活动，有中国的侨民闹场，双方爆发集体冲突。澳大利亚墨尔本州立图书馆头前，昨日暗时一场街头示威，有支持中国甲支持香港两大阵营的支持者。彼此中间除了大发口号来对骂以外，小钱伫外国媒体麦克头前大声骂对方的唔对。悉尼布里斯班阿德莱德这城市迄天也拢出现支持香港的示威。悉尼活动有几啊百人参加，现场支持中国人数是在20人左右。像是这个提到停止暴力，我支持香港警察二条的查某人。Australian is actually supporting us, supporting Hong Kongers, so we don't have to be afraid of any threats from anywhere. So we are all united, we are all connected. 当地大学学校、留学生中间对立的气氛更加是激烈。而在美国纽约的控制控场，法国巴黎拢相款的场面来发生。徛伫的对面路举着高旗旗的支持中国人士，是对因的诉求大声来骂。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独派政党一边一个行动党今仔日正式成立。发起人之一的张业松强调，创党的目的是希望明年大选推出立委候选人，增加台派实力。原本受邀请出席的前总统陈水扁被台中加角认为有政治意涵，无同意伊出席。独派政党一边一个行动党举行成立大会，党中宗旨是要推动台湾成做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且申请成做联合国的一份子。蔡总统过去有这个让咱希望的所在，我们可以一方面可以对抗中国抗中，一方面能够监督让蔡总统的施政能够更符合人民的期望。成立大会邀请到前总统副主席裴敏敏、前副总统卢秀莲在联署出席。严格创党是不是造成民进党选情分裂？发起人张业新强调，目的是明年大选推出立委候选人，增加台派实力。严格卢秀莲提醒，小心这几年政党消息真紧的现象。我担心整个台湾民主努力了那么久，这几年已经呈现泡沫化的现象，这是我很担心的。祝福这个一边一国成立党的大会顺利啊！但是作为总统，我的责任就是要团结所有的支持中华民国、支持台湾的人。李总统蔡英文是表达祝福，不过也讲出团结能力。你明年争取连任，副手也唔知什么人。蔡英文加赖清德配合，是不是有希望？蔡赖配这个依我所知我们11号的时候有跟赖院长和陈总统一起交换意见是我们所知道是配不成的而且这个个人的人格特质不一样所以他们要合作可能看起来不太容易。咱要来成立立法院的党团，要有起码3席。所以后边袂当参加成立大会，但是咱大家爱做伙拍拼。你原本接受邀请出席的前总统陈水扁，因为台中加角以政治活动为理由，无同意出席。选伫成立大会来播送有录的影片，下晡伊是到宜兰的丹顶南纪念馆出席签册会。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看郭文铁、郭台铭以及王金平原本要伫今仔日一场机构发挥讲台，最后只剩郭文铁出席。外界要讲，这是毋是代表三个人合作破局？郭文铁表示会搁找时间甲因讨论。 市长王院长说，合作并没有破局，你也是这样认为吗？台北市长郭文铁一到桃园巨蛋就向媒体追问，郭台铭、郭文铁、王金平合作，结明是毋是破局？因为原定礼拜一场期货发会，三个人的合体讲台，结果敢若剩郭文铁来参加。市长原本被戏称说是桃园三结义，结果今天只有你一个人来，会不会有点寂寞？今天坏找春天吧，今天这种话想一想，今天这种场合实在是不适合做那种事。 市长，那个锅，我说这个叫市场决定论，什么意思呢？如果台湾社会有需要，它就会出现；如果台湾社会不需要，那你怎么弄也凑不起来。外团三个人无度合作，是因为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两个阵营，不满郭文铁爱放话，破坏合作的共识。也不过郭文铁早起讲，会另外找时间来讲。郭台铭办公室也回应，三个人会面无破局。 第三方爆料会搁再约时间，只是时间点是毋是公开，爱等这个三方面来瞧。李公市长韩国瑜早起是到新竹参拜，头一站行程是竹北的天后宫。由国民党中央要求15县市国民党籍首长担任总统大选联合竞选总部主委，也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决定无担任。对此，韩国瑜是表示尊重。侯友宜市长，我们完全尊重。 因为每一个县市长的工作压力挑战有大有小，那各方面还有的新进的，那也有新手上路的。那侯友宜市长如果不能接新北市的我们竞选总部主任委员，我完全尊重他以市政为主。就韩国瑜拜六公布100位国政顾问团，也讲有另外100位无方便来公布。韩国瑜是讲，总统蔡英文是不是用国家机器来打压，大家心肝内拢真清楚。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伫8月17暗时，一场邀请12人的婚礼发生自杀炸弹攻击，造成至少63人死亡，将近200人受伤，是喀布尔今年以来史上上惨重的攻击事件。 喀布尔市区是阿富汗境内少数族的什叶派哈扎拉族人聚集的所在。17暗时，一间大型的婚宴会场有一场闹热的婚礼举行。一名自杀炸弹客伫庆祝活动进行到暗时10点40分的时阵，伫瓦群舞台所在，因着身躯的炸药、真大爆炸威力，当场造成真侪人死亡。房内天棚也有4架拢是废的桌仔甲椅仔。 地歹去的音响喇叭，还有一大堆人客走的时阵未火穿的鞋啊，就知影讲事发当时是原一正恐怖的情形咯。دم آشپزخانه بودم به در میخواستم داخل مردانه بیایم. یعنی اینجا دیگه یک گرم شد دم گوشا موشای مقال شد چیز دیگه ندیدم مقصد زیاد زخمی دادن. زخمی خیلی زیاد داد دیگه هر کس رفتن بود دیگه این راه کلگی نوبت نبود. خلاصه خدا به یک طریق خود از ساعت کشیدیم. مقصد پلیس چیزا خیلی ناوقت آمد آمبولانس یک ذره جلتر آمد زخمیایی که یک ذره وضعش خوب بود میبرد دیگه از پرسنل هتل چند گارسون شهید دادیم زخمی دادیم دیگه کشته و زخمی خیلی زیاد داد. 逊尼派民兵组织亲像塔利班甲 ISIS， 定来攻击阿富汗甲巴基斯坦的什叶派哈扎拉族人。也不过塔利班否认甲这场死伤真严重的婚礼攻击案有关系，甚至甲政府斗阵来谴责暴力。 喀布尔大爆炸发生的前一天，塔利班领导人阿库萨达的一个兄弟，在巴基斯坦奎塔市的清真寺爆炸事件来死亡。到这阵业务团体出面来承认犯案。尽管报道讲美国甲塔利班进行和谈，只要达成协议，也不过阿富汗的经济也是相关真紧张。记者综合报道。 4个月前，有一只8个月大的鱼群被海鹰冲到泰国西南部的海岸，被救起来了后，受到保育人员用心的照顾。保育人员将伊的相片传去网络顶头，果做模样受到民众喜爱。不过，现在却传出伊死亡的消息，兽医解剖了后，发现伊的胃内面有塑胶袋啊。
我伫保育人员身上的，就是4月时被冲上泰国西南海岸的8个月大细只鱼竿，被救上岸了后，号名马瑞姆，意思是海中淑女，受到详细照顾。保育人员伫海中饲食牛奶，也是食海草，等等古水的模样被上传到网络，互伊一日红起来，真受到泰国民众喜爱。鱼竿佫叫做美人鱼，是海牛的近亲。马瑞姆后来送乌普吉岛海洋中心的一个游泳池复健，不过当时保育人员发现伊的体重一直拢无增加，顶礼拜健康恶化，体重颠倒下降，最后17号死亡，互介意伊的泰国民众真感。马瑞姆被野放了后，也是几啊摆受倒转来，身上也有新的空喙。死了后，受医解剖，发现伊的胃残留塑胶制品，踢着发炎，最后胃腐烂，引起败血症。海洋生物因为塑胶粪扫死亡的不幸事件，佫增加一个。记者综合报道。私立南营科大被教育部下令将伫明年2月初1停办。教育部曾到学校办理学生安置说明会，有10外位家长认为教育部失职，为何要让南营继续办落去？场面紧张。教育部强调，学校的户头内面只剩100外班，建议家长甲学生接受转去别间学校。几落位家长来理论，嘛有人雄雄转倒啊！教育部17号伫咧南营科大办理安置说明会，场面是真歹看。阮做毋是假的，阮做原来读咱营的，就是要就近。结果今仔恁教育部我要就近。有囡仔真好读啊边啊！有家长讲愿意拿学费，互囡仔读到毕业。教育部直接讲，学校户头敢若剩100多万，董事会就是无钱，是安怎办落去？起码就是董事会不愿意负责任，他不愿意拿钱出来，你叫我拿公帑来给这种不负责任的董事会，对吗？他来主导怎么样？就是要把学生转光光，所以这点是我们希望能够和平诉求，提醒教育部不要知法犯法。学校工会质疑学校停招时阵由教育部来主导转学是犯法。教育部18号回应，学校8月初是讲无法度经营，真侪家长嘛希望协助，是按照私校法互因协助。而南营转学对应学校以台南甲嘉义、远东科大在内7间科技大学为主，若是无对应的科系，会用专班来解决。只有一种可能性的人留下来是拿得到毕业证书，就是研修生。他只剩下几个学分，1个学期可以修完，他认为没有问题，我想要留下来拿南荣毕业证书，那当然 OK。教育部表示，南营460位学生，除了23位特教学生爱下调，其他学者安置方向差不多确定。等26号甲议员调查交回来确定，希望9月开学伫咧新的学校继续读册。若是老师被欠薪水，较有可能的办法是董事会用10亿的校产向退场基金来借钱，等改善清算的时阵才来行。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地区这几天拢落大雨，结果伫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厝内嘛传出漏水，这是因为厝顶正在进行防水隔热工程，防水顶被敲掉。民意代表认为，台中市文化局的官员欠缺危机的意识，乃伫风台的季节做防水的工程。滴滴答答水沿着天棚一直滴落来，水桶已经倒了几啊摆，大漏水区域铺上篷布，碰椅也用塑胶布盖着。漏水的地点是伫台中市的台墩文化中心图书馆3楼观览室的部分。自顶礼拜5到今仔，只要外口落大雨，厝内也会地地落小雨。有一寡天棚已经伫要经袂落去，要来看册却无法度入去，有民众也算体谅。也毋过这款的景象却互民意代表一直害头，认为台中市文化局的官员欠危机意识，乃伫风台季节做防水工程。知道漏水了，但是没有说去注意它有没有危险。在挖除防水层之后，果然大雨一来，我想外面下大雨，里面下了小雨。在这个时间的施工，或许文化中心是想赶工了，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但是既然台风季节就在眼前，我想应该做更完整的施工规划才是对的。官方人员表示，厝龄30多年的台墩文化中心正在进行的是厝顶防水甲隔热工程，因为工期拖延，才会拖到风台季节，佮拄到连日的大雨，才会造成这款的情况。那我们施工下去呢，又发现这个
以前的防水坡度还有防水层铺厚的不足，所以又做了变更设计，所以又 delay 到一点。官方表示，其他店区也拢有小漏水的情形，越南市上严重，保证先封闭图书馆越南市，拆刷到其他空间，避免民众行动的时阵，天崩落落来是骨倒顶受伤的事件。因为工期要4个月，也会做好相关防护措施。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东离岛的白沙地区，伫拜四发生桑拿大火，用2天1暝才将火势扑灭。想袂到伫拜六暗时9点又搁烧起来，林管处紧急加派人力支援，空勤直升机嘛对花莲调来大型水地，暂时将火拢扑灭了。接受管线，水源直送入地，空勤总队直升机调去2400公升的水，准备飞到绿岛白沙地区松林，被拍花搁烧起来火。就是过山古道的另外一侧又发现了明火那也燃烧的有一点蛮明显剧烈的。前2天需要飞到台东运水，这摆为花莲调来大型的水地，伫调离温泉设置储水点，提升压水的次数。拜日早起6点到中昼12点，空勤直升机压水20摆，暂时将残火拢拍化。拜四发生的松林大火，大约有28公顷，面积真大。2天1暝才拍花，拜六暗时阁烧起来，大约0.8公顷。小连续几天落来，救火人员的体力袂动嘞。绿岛地区是没有森林救火队的，但是主要是靠我们自己的消防队、我们自己的义消同仁，还有我们森林空勤这边协助处理。绿岛一直无落雨，地面温度又完真悬，林管处烦恼，每一丛被烧过的树被风一吹，可能阁烧起来。除了开出防火线，只会当靠31名地面救火人员，拍拼清理每一丛被烧掉的树避免阁着火。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西南风以及对流云气影响，气象局继续针对中南部县市发布豪雨特报。阿里山松南铁路因为大雨甲地动的影响，将封起来维修到月底。阿里山本基湖老街业者表示，大雨不断加上铁路维修，互因今年后来生理至少影响7成以上。原本假日应该出现的真侪游客，即马只剩一丝啊。阿里山本基湖的老街，因为这个月一直落雨影响，大减少游客上山去玩。即马铁路搁要维修到月底，互因实在是真烦恼。林管局这边有跟我们讲，就是可能会到8月底的时候，铁路都是停驶，所以我们一天大概减少150个到200个人的观光人次，对我们也是影响蛮大的。普通吼，拢生理也灰灰啊哩啦，即马有当时啊。一日才收这几百块尔，对无？才差8%有无？阿里山松林铁路从老寮路段的铁轨路，受到大雨甲地动影响损害，虽然已经积极抢修，也毋过考虑到行车安全的问题，将预计封闭到月底。公路边个所在路段也是有发生路桥崩塌的情形，这拢影响民众上山意愿。沿路其实就是好大雨，然后路边也蛮多碎石头。对，那也算蛮惊险的。本来预计今天就是现在下午3点要再往阿里山上去，可是当地人有给我们比较良心的建议，是希望我们可以下山。对。嘉义地区的大水湖主要拢是落伫山区的位置。业者表示，向大原本是阿里山观光的大街，因为天气无稳定的情况，互游客就算是上山了后，也袂点伤久。即马铁轨路也阁要修到月底，只希望天气会当好起来，互因也阁会当把握这最后的半个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南部马路几落天的雨，伫屏东万丹一块农地，有民众发现落雨过后传出真插片的臭味，农地内面有100外个太空包。环保局表示，现场是树叶废弃物，部分验出来有害的物质，专案嘛已经移送侦办。民众通报环保局人来遮稽查，讲大雨过了后，屏东万丹这块田内底太空包是有够臭的。有味道吗？稽查人爬去看，确认这场所1个月前捌查过，也毋过现场太空包100外个，而且内底成分真复杂。为了了解是安怎去炒，有时采样提登去检验。如果说要确认一下这个，因为这个山是我们查的是在旁边，初步判定大概是3大类的废弃物啦，其中有一类是有害啦。承租人虽然说是他堆的，可是我们从我们的调查当天的这样的整
市政来研判，它应该是只是一个人头而已。环保局研判内底可能有阿鲁米泡拄到水就臭，也讲头一摆采验的部分物质当金属超过标准，是有害塑胶废弃物，爱查这来源，也有地主是毋是涉嫌。也毋过检举的民众讲，这农地进前就互倒一寡有诶无诶，拢毋捌甲伊刷走。甲本地的拢带有迄个啥，迄个集成灰甲遐有诶无诶啊。燕麦的迄个啥天山制材公司，伊嘛有开单过啊。我讲啊，你敢囤入万单的物件，是当时才要拖队啊。民众希望专案赶紧查清楚，甲有脸无全数甲伊刷走。环保局也讲，有即阵需要保全证据，已经要求地主加强来看澎湖来防水。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看明仔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新闻最后，带观众朋友去日本看自然风景，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咱再会。